醒过来，一大早太阳出来啊，没有烦恼的听老人家说故事啊，旁边的背景就是啊稻田稻草，风在吹的感觉，很舒服。那就是等待听我们蓝星的歌，很轻松的心情，好不好？哎，可以吗？可以。对，你喝多了。好的。哎，等一下，你不是说唱完第一首歌要介绍第二首呢？我怎么自我感觉啊？那我们三个是木头人就对。好的，我从我的最左手边，刚刚有出场过的阿里奥，大家好，大家晚安。他来自那个。好，等一下他会自己讲他住哪里啦。我不想干扰他的私生活啊。好，我的左手边这位老祖来自台陆凯祖。好，在我右手边。来自新竹美丽的太阳所隆重介绍老外。然后啊，我想讲一件事，那个前面还有原板凳，所以外面的那个朋友们还可以对那个摇滚区。没有人讲啊，职业病。是。来过来坐，外面听不到。好了，我讲完了，我是老王，谢谢大家。拍手，谢谢。好的。那我们紧接着把那个。你叫什么？对，我还没有讲我叫什么没有。好，谢谢大家分享。大家好，马爱火，我是台东马兰部落的，我叫老外，谢谢。好的，那我们把那个，你看我们那个等一下哈。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还给鹿角乐团了。好，我可以。要再吃吗？好，我们的老外，谢谢。那下一首歌呢是什么呢？好，那对，我主要唱你的，要唱你的。其实我们有麦克风啊。这一首歌我想让那个就是创作的人他自己介绍一下。好，各位来自远方的，还有台东，台湾的各界的朋友今天好紧张对不对？很久没有上来这个舞台然后这首歌是我创作，这首歌叫做《好茶微风》。然后我本身是屏东县鹿台乡好茶村的村民。村民。对。头部。我住在第4里，436号，2楼第2个房间。倒数左转第2间。上锁。然后这首歌是第一次回去自己的旧部落，我的部落是好茶部落，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很久以前就迁下来这样子，然后我大概第一次回到旧部落是爸爸带我上去这样，然后因为都没有人住在那边了，以前都是住在石板屋里面，然后只能听老人家讲说我们以前是住在怎么样的环境，然后第一次上去的时候才能看到那个自己的家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写了一首很温馨的歌曲这样子然后老爸说他很喜欢这样子，他最喜欢的只有喜欢这首歌超过无奈。好，这首歌好茶微风。好。
不想在这里不算不安，还有美丽的大无数。站在自己地上，呼吸不上的空气。